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院，我是主持人星月。有幾久誒無剃頭咧，無去剃頭那麼點來整理下個頭那麼誒。今日個主題就是剃頭。我本周三集段落，透過呀神奇輕鬆的短劇方式，帶大家來學一下。今日去呀個剃頭那麼點，按樣擺去老設計師來溝通來討論。既然做好呀，將個頭那麼過後，又做點樣擺去，讓人個朋友來做分享。今日唔但請學客家話，還會共下來討論分享。對無共用的文化當中，西來人老細麼嘢對無共用的用詞，自家又有兩百型的看法，兩百型的印象。準備好嘛？準備好誒，就開始今日的課程了。接下來，就先來進行句型的部分。今日我先老大家小記到嘅句型係做乜嘅？做乜嘅？一個句型在日常生活當中非常常用到哦。尤其係老設計師溝通一個頭那麼嘅樣設計時節，對佢同朋友分享，或者係討論適合自家嘅用誒，按樣擺型較好，就會來運用一件事情來表達自家嘅心情，就會用到呀。做乜嘅？頭那麼唔單止係外表人家講非常重要嘅門面，未代表自家對自家嘅定義行過態度。接下來，就要同大家來小記到一個句型客家話嘅講法行過用法，做定樣擺型來講。做乜嘅？做乜嘅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做乜嘅？為什麼？做乜嘅頭那麼剪安短？做乜嘅頭那麼剪安短？你為什麼頭髮剪這麼短？你為什麼頭髮剪這麼短？做乜嘅？為什麼？做乜嘅一下誒剪安短？做乜嘅一下誒剪安短？你為什麼一下子剪這麼短？你為什麼一下子剪這麼短？南西煙強樣板講，做乜嘅一下子剪安短？做乜嘅一下子剪安短？做乜嘅？為什麼？做乜嘅唔順沙誒染頭那麼？做乜嘅唔順沙誒染頭那麼？你為什麼不順便染頭髮？你為什麼不順便染頭髮？南西煙強樣板講，做乜嘅唔順沙誒染頭那麼？做乜嘅唔順沙誒染頭那麼？大家有學過嘢冇？做乜嘅一個句型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真經係當接很多人哋去講，做乜嘅安樣去？佢接下來，就共下來看一下，在各式各樣嘅情景當中，佢哋係用擺型來運用一個句型。